歡迎光臨軍事快訊90秒。今次我繼續講委內瑞拉嘅斬首行動。今日我想講嘅係 Plan B。大家見到好成功嘅 Plan A， 咁其實咧美軍已經有第二套叫做 Plan B 嘅行動。除咗你知道嘅航空母艦戰鬥群、登陸群之外，另外仲有8艘嘅已經知道嘅驅逐艦。導彈驅逐艦每一個有30支戰斧導彈，即係講緊240粒，準備緊當佢 Plan B 失效嘅時候 ，Plan B 就要發射去進攻㗎啦。已經好，當然啦，除咗之外咧，仲有2至4艘嘅戰略核潛艇喺附近游弋，防止其他國家進行干預。呢個都係 Plan B。另外仲有15000人嘅登陸部隊係準備咗嘅。萬一唔成功嘅話咧，就會真係實行強行登陸。而美軍已經準備咗強行登陸嘅部隊、空軍、陸軍、陸戰隊同埋對地攻擊嘅巡航導彈，包括本土所發射嘅導彈都準備好㗎啦已經。只不過當日 Donald Trump 都話啦，我哋有 Plan B 準備咗陸軍㗎啦，不過唔使出動咁解啫嘛。所以可想而知，呢一次美國除咗希特行動計劃之外 ，Plan A、Plan B 係做得好仔細，經過好多無數次嘅 AI 計算機嘅演練，而導致今日呢個3個鐘頭之內嘅成功。其實呢一切唔係偶然發生嘅，美國軍隊真係為未來戰爭有準備。